观众朋友，今日各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是阿明姑刘浩明。今日我哋邀請到係我哋來自屏東家棟嘅畫家陳冠中畫家。伊本身時間係喺家棟，但是伊喺大學時間喺台北去工作去讀書嘅，後來都已經喺台南。今日中華小姐伊儂，伊另外等以前有學過一書是按到幼稚園，伊如果講伊喺外面工作嘅幼稚。喺外地嘅時間，常常會反映我哋故鄉地部嘅建設。我哋今日嘅觀眾伊如何呢？伊喺台南喺工作讀書嘅時間，伊有限，伊如果歸到我哋家棟，然後去翕相，然後最尾把翕相嘅東西變成伊嘅畫作。伊喺2019年嘅時間，伊拍咗一單嘅幼稚園思想化嘅發展。伊嘅畫嘅東西地部呢，幾多都有自家嘅故事，還有同時。在東岸的故鄉人改造的學路，我哋馬上來歡迎伊喺團的分享，也畫作，還有也發展。觀眾歡迎。大家好，我係陳冠中，屏東家棟鄉人。觀眾，我請問一下吼，頭先我哋開始嘅時間都已經有講過講，你從幾多嘅我哋鄉下嘅肢體樣嘅，然後萬歲喺鄉下讀書，後來都喺台北去工作去讀書，乜個時間離開家棟嘅呀？差唔多高中係都到屏東市，到屏東中學。屏東中學，咁後來都考到台北大學係咪？台北都國立藝專，一時講國立藝專。咁後來喺台北讀咗4年，咁後來喺伊呢個地方更加喺喺台南嘛。你後來你畢業以後，講左邊係，你決定去台南嘛？還是個中間有去別的地方？畢業嘅時都喺台北左邊，後來都喺台北結婚嘛，細年我出世嘅時候都同埋女人討論講，過來南部去，對，喺台南有啲人講文化古都啦，都好一片有啲頭路，有離家棟國權，都決定喺台南去嚟，都喺嚟會20年。嗰時其實喺台南，係可能係即個離故鄉家棟嘅最好選擇，因為其實我哋有時歸到故鄉，但是不一定有工作啦。但是至少喺台南有啲過好嘅工作，但是又離故鄉過近。嗰時也係咪可以說明講，係咪有放假時間如果過去家棟一件事情？有我開始到嘅時候，42年啱出世嚇，就差唔多1整年。夜晚都識得講一兩個禮拜都會過去。可是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唔歸到家棟以後，唔可以有限嘅時間就會那翕相啦，翕相歸下，我把伊畫成我哋今日睇我哋現場看到嘅畫作地步。當初我想我用畫嚟嘅咯，因為如用翕嘅嘢，總係話用畫嘅。因為畫圖是我從細到大都我嘅興趣啦，從細到大我係做呢方面嘅，其實我咪較好翕相啦。翕相係是講，他講我翕相嗬，翕相是一個技術啦。但是畫圖畫出來嘅東西，每個人嘅手法冇同樣，畫出來嘅東西感覺都會冇同樣。因為頭先你講，即個喺台北係台北藝專嘛嚇，台北藝專。台灣也問過台灣藝術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後來喺台南係做乜工作？做企劃設計啊！企劃設計。嗰時唔係講純畫作啦，冇得講我哋咧唔係教水彩嘛，唔係教畫圖啊嘅部分咧。而家都主要睇之前係大學學嘅嗬，大學主要都係設計方面，商業設計方面，對呢方面來做。畫圖嗰邊啦講，下班嘅時候做興趣，變咗一個書法好，都一個嘅呢，比較輕鬆嘅一個工作啦。因為講到更加，你會發現到講，其實觀眾係一個對一個故鄉家棟，佢有一種心情嘅一個聲音嘅。因為嗰時其實我哋鄉下人嗬，讀書喺外面讀書啦，喺外喺外面工作，其實喺我哋鄉下地方是幾常見嘅一件事情。但像觀眾啊呢，你都簽到一個離這個故鄉過遠嘅工作，結果去簽去台南，但是有限嘅時間，伊嘛要回到家棟。其實幾常冇一件事情講，這個喺家棟係嘛冇，差唔多係個17、8年嘅呀。你像我哋一般咧鄉下生意嘅窮樣啊，都係
做乜嘅唔會睇家對家庭對你來講會有啲暗沉嘅一種感情咯。應該講，我嘅童年吼，睇家庭吼是最充實嘅，最快樂嘅一個。最快樂嘅一個時期吼，你睇家庭嘅上下。讓我快樂法，應該講，唔記是有幾多位可以向下教嘅層面咯，還是講唔知個？因為有的人因為講，其實即係睇緊鄉村嘅人，幾多全部都家庭，哦，聽伊都講，哦，其實就唔會感覺到唔但睇人啥啦，幾多對人對個相啊，然後你以前係喺啲貨房嘅地方咩？係啲太家厝，啲家厝啲貨房嘅，太家攏鄉下睇係，係種田嘅時候，太家鄉下去。都係細年你都邊啊田呢，幾千年都睇高，係，釣魚啊，捉龍蝦啊，去捉怪啊嘛，攏去搞，係連有時候下課去拔樹嘅，去摘水果嘛，攏做，係做啊，攏媽媽都會拿過嚟錢。係咪講？等於如果睇伊啲過單純，過媽唔係講過太重嘅，然後過單純嘅伊啲生活環境地方。對你來講，佢對你影響生活嘅影響係本會反映咩嘢東西？如果講係去特別讀書嘅吼，如果講到講，哦，真是睇上下一種生活吼，人情味嗰種，係一種老人家對孫女啊、對細人嘅一種關心啊，吼，那麼時從過年過節都會是，這個問題特別普會見上多。所以也蠻鼓勵，就說如果慢慢你要同細人講以前嘅家庭嘅一條生活，萬世一條風景。有時候去家客歸去家庭嘅時候，喺器材我看到一風景，都想到以前嘅事情。嗰種比起台北嘅嗰種態度嚟講，我話其實像台北市人面對嘅係咧，就即個我哋講西部嘅地方，其實對面係萬人路可能唔啲。去幾多鄉下，可能幾多種嘅地方，萬人都講萬人拉過來喲。係，你哋係你基本都啲唔係萬人路下人，然後會鄉下去聽數去照顧啦，無路睇人要會互相推下。嗰種幾時節嘅成分，本人嘅印象幾沉嘛，幾好幾時節嘅一種意義喺度嘅。咁而家工作嘅其實台南嘛，所以喺台灣嗰啲特殊有即個嘅風土，有即個嘅歷史嘛，有即個嘅一種人情脈絡嘅地方。咁即個睇台南都梗唔止講嘅啦。台南真是台灣文化最豐富嘅地方。有時候北埔嘅，要開始北埔重新開始，都講其實太學畢業以後，嗰時候北埔攏識條路嘛，大部分攏用天路。攏用天河繪圖啊嚟做，久久會北基裝圖。後來開始是我聽嘢吼，我拉伊開始睇學北圖嘅時候，一路北嘅有一擺比賽路，我都講路北喺度浮沉擺景啦。擺景其實都講一張圖裡邊嗰度是個喺度風景啦。對個開始喺度啟發嘅時候，我都想講，我咩是對這個北啊？北也會想講。我咩是咧北七家上下啊，係七家家庭，呢個特別啊，係家庭嗰度文化，嗰度蘿蔔味，嗰度以前嘅歷史啊。嗰個係咪可以講，其實係對開始去搞下一套嘅時間，能開始啟發出即個古來北即個故鄉嚟。沒有，係伊種咧細年人攏有從細攏有同你講，講唔是那片人，係。像我女兒是新竹人，係屏東，伊講海陸，我講西安，所以兩個細年人辦事，兩個都會談，因為咩講認同講係自家文化，因為基本上嚟講，東北做地方，其實也算水菜北，但是加整筆啦，整筆嘛，整筆都先做基礎，嗰種大袋啊。打帶做素描嗰種打帶，打好嘅加用水彩嘅嗰種技巧對用都塗上色安尼。做乜人冇係意味講，其實水彩包有啲特色，都講而家我哋講色實畫下去以後，有時會停咗嗰種，也係嗰種發布啦，會有模咁樣嘅一種色彩。但是你要畫嘅一種整筆咧，都變成變，而會把水彩把規劃去表現出來一種啊，那個細部，細部嘅地方，全部去整理出來。我想到我擺兩個東西，提加好放來咯。
哦，其实可能同俺个性有关系啦吼。因为俺后来读设计嘛，设计同俺来讲咧纯美术吼，其实嗰种上体啦，吼，伊咧都讲，伊咧是个汽油的，伊咧是甲你讲甲举进的，是因为俺本身读设计吼。嗰度东西畫東西，攏係一筆一筆嘛，安攞清清楚楚。畫個腰啦。係，聽我個性裡邊，我做事情希望講乜東西攏，愛出來吼，愛畫面來主題吼，愛出來吼，本人看到都啲啊嘛。所以我一時候嘅想法都講，主題嘅地方都同用帶針筆嘅方法吼，畫清楚來。其他地方用水彩吼。做緊那種渲染的時候，你有一個氣氛出來，看起來有一個嗰種有啲清楚，有一個氣氛的畫面，就變成嗰種其實幾真實，但是也要寫成又冇暗示吧，又唔會太寫實安啦。你都把這個心地嘅故鄉留下來，啊，等觀眾用翕相以後，把伊畫成一步一步嘅畫作嘅方法，把留下來。休息下哦，下一趟嘅節目，我哋錄下來小姐今日帶來嗰度畫作。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嘅來賓畫家鄭觀眾。伊想講，盲用嘅去把這個故鄉嘅東西去變成一啲畫作留下來。想問一下吼，今日帶很多畫作聽我哋現場吼，其實我哋可以睇你看到睇話感覺到講，一全部係我哋講風景畫、景物畫吼。當初你會想要用風景來先去記錄下嘅一些事情。因為從細都剛好畫風景，剛好刺眼嘅一種環境啦，萬細嘅時候吼，攏是從嗰呢，器材你睇到嗰見浪見看吼，看到一道太刺眼嘅東西，所以我只要睇讀，像以前在讀書讀書吼，假日一定會走出去，走出去看。去浪浪啊，去搖搖啊，管唔落啊，管唔得，坐唔起啦，坐唔起啦，你剛好。特別剛好安尼畫一道風景、人文嘅東西。而你感覺到講，聽見你講，畫個東西地方，我講一定有畫個有人。因為一般人講要畫水彩畫，吼，我都講畫風景嘅畫，大部分人畫山啦、畫水壩啦、畫河壩啦，或畫山水嘅東西。但是你畫作地方，大部分都係我哋講街景，街景。如果有人，我有畫嘅那東西，做乜我特別喜歡嘅主題呢？其實吼，萬細冇乜畫人畫啊，唔係講句好啦。但是後來畫七搞家動嘅時候，吼，我想到講相親，因為畫面一定要畫個地方，因為也畫嘅東西，大家看到嘅時候，那麼啲講也都係嚟七家嘅故鄉，像係時候畫嘅人吼，係七家親戚朋友看到嘅地咧，講哎呀萬人吼，所以都講到講畫人物也喺方面個重要。因為個人講街景嘅地方冇人嘅話，吼，你等於都變成一啲死死板板嘅一種木嘅，吼。其實人那係其實也係風景地方，能講最長嘅部分嘛好啦，吼，冇係講最本嘅繁衍嘅部分，因為有人睇一片。也要風景啊，有也嘅意思。但是從係對美濃嘅整文中嘅畫家來講嘅話，伊係用也嘅畫作去記錄下以前嘅美濃。唔同，你這個係希望記錄嘅係以前嘅家動，還是現家家動，還是講唔想嘅記錄用嘅家動？我也蠻好，其實都攏有，吼我有非多有相多嘅吼，蠻細嘅。我要去請錄像片，對錄像片加來配合七家嘅想法，同人物嘅畫面，加喺七家嘅圖畫地方。嗰種一片地方有已經冇嘅，但是用錄像片請出來嘛？一片是攏有啦，有幾種像家動火車站一度是有人嘅收藏嘅啦。
嗰時候你有冇人推地方有交通火車站冇？有，迄時候辦日本式咧，像個也蠻積極火車站迄種。我印象蠻深吼，早上5點開入來，5點半來下火車。所以嘅記憶蠻清楚。嗰時等於講，其實嘉東火車站拆開以後，對你來講算係補充這個記憶地方曾經有過嘅一種建設啦。非常懷念嘅老火車站。咁你係咪同我哋說嘅係冇？一等於講也係唔係故鄉嘉東嘅情形，因為我哋廣東朋友可能有幾多年冇去過嘉東啦。嚇，你係咪我哋同佢講一下？譬如講也要變故事，做乜會偷也要前向變故事？前向變故事吼，如安尼萬世吼，我去高雄，我坐我講嘅公路局吼，迄公車吼，一定要睇下坐，安尼講車站面吼都睇下坐。電車嘅，電車嘅，個車路對恆春來嘅，坐台17線到高雄，拖一片落去一定要來買啲飲料來食啊，買啲飯來食啊，從細到大都睇一片。嗰時係撞嘅地方，台17線地方離伊啲車站嘛。係嘉東站都睇啊。嗰時全部人去，喺個嘉東嘅村莊地方，而家仲愛去高雄啦，嚇。去村外嚇。村外睇冇咗睇下坐車嘅。睇下坐車。嗰時入邊，按你講啦，等於講你幾時就要離開故鄉嘅時間，坐路入嘅。係路坐。睇下檢查嘅，睇下爸爸媽媽睇下送唔送餐，你幾時你已經去台北讀書啦，都也蠻有一點嘅問題。係啊，因為我哋明白佢嘅，譬如話佢嘅，有時都感覺到講，有啲東西你講，伊買嘅東西我冇貼片啦，我咪話有啦，伊買嘅種風茶我冇貼片，但是你會感覺到其實食得唔係風茶，係一種啊，你講一種懷念啦。係啊，都還是食得又咪蠻吃到。是咧懷念啊！而面可能可以看到人哋北方地方有幾度喺我哋食法地方會出現嘅一種節目，譬如講有啲餅嘅點，做乜喺一家餅嘅點咯？一家餅嘅點睇人哋嘉東個重要嚇。有餅嘅點非常有名，係咪像係人嗬結婚啦，講生日咧，賣雞籠糕啦，咪有咧最有名嘅係咪嘉東？都一定要做拜神燈，每年拜神燈要做個神燈板吼，而每年吼去看個餅嘅吼，我看係一家做嘅嘛，一家做嘅那好食。因為我哋綠隊吼有一啲過重要嘅一啲風俗，攞嚟拜神燈，你等於你講，唔等今年錄下有神燈咧，吼，你哋講拉嘅啦，吼，天年嘅時節，你愛去我哋咧北宮廟地方，或者我哋做佛嘅時節咧北宮廟地方。我哋攞準備我哋神燈板，我都講睇嘉東嗰邊用神燈餅啦，我哋嗰邊係用神燈板，然後如擺車我哋咧北宮保佑我哋路下有一啲神燈，天意咪喺擺入邊好消息同我哋村莊嘅人去講，係同我哋分享。但是唔記個神燈板冇咗神燈餅喺哪家做，其實佢重要，佢都唔係一家做法，大家人都講唔知個佢偷佢哋個好事咧嚟做嗬。嗰時對人嚟講，也係家做嘅神燈餅，其實係最好食嘅啦。係，例如伊做餅嘅吼，係佢假如變啊講係嘉東上吼。路邊那一個品牌，係一個代表啦。路邊就講以前可能做神燈餅啦，然後做其他東西，但是後來慢慢佢講一路習慣也味道，你真係一啲故鄉嘅味道也東西。也咪係40-50年咧，40-50年。係啊，從細到大嘅美食。你阿奶有做神燈餅冇？有啊，咩睇？有古來聽咯？有古來做。跟人聽來創業咯，還是古來嘉東創業？都古來嘉東嘅王爺廟。王爺廟，對。因為更加好拜神燈也俾風俗提示，雖然講我同佢講睇台灣嘅綠隊路有，但是因為更加慢慢嘅路，他講你用過剪片嘅方式，又做餅又做糕嘅路去北宮廟創業都創嘅。但是睇嘉東話有留以前嘅服裝係以前我哋味道，愛特別愛喜福嘅時節，會特別嘅創，用嗰種嗰度嘅書嘅去搭上來嘅。而定嘉東目前話有留一啲差不多全台灣唯一啲服裝嘅，因為其他綠隊地方已經冇服裝嘅東西。嗰時我有畫服裝，係有畫一啲睇搭服裝嘅，睇搭服裝。係，嗰時候都按拄好了解嘅時候過去，過去嘅時候睇搭好。親戚都同我講，都叫伊翕，翕下來後都叫講拿過去台南嘅後都100畫一色，推北可以來。一邊畫一邊都推生意嚟講。
讲做乜會有啊東西，啊你當初講時陣，爸爸媽有屯做新電餅，吼，伊提搭車我哋咧北港，同時同我哋咧相信地講，唔就下講嘅伊啲新電安尼。嗰種像安尼馮建屯帶到豐收嘅一種發作地位，其實對唔哋咧故鄉人來講，應該如用不過有感情，而唔係一啲過單純嘅一啲發作，吼，伊啲也發作地位如同我哋。當天然嘅神法係接拍開來嘅，有咧記吼，有咧記啊，有咧神，個神法化，有咧土法。係，嗰個當初2019年嘅攀遊之前思想法時節，他個人看到其實畫作地方，其實係想法一樣嘅，他個人嘅反應一樣嘅。哦，你有得看到你個感動啊，講，哎呀，冇想到講還有人愛還要推畫出來啊！啊！伊因為我感覺有啲東西慢慢地愈會磨下來，啊！我屯也就幫嚟講，我都係強要磨，我就bắt下來，bắt下來，他講攏看伊到。咁所以人睇畫到地方有感覺就講，有地方都係有畫慢人啊！以前睇下來過啊，有安尼情形。有啊，你看下都啲嘢，都講也停耐。係，啊！我以前睇下可能做埋事情，係安尼。睇下上大。係啊，睇下料啊，冇都睇下情形。哦，冇都講啊，屯一家人個熟。哦，啊是從要睇下料安尼。嗰時你講，你畫作地方唔單止畫出人自家印象地方嘅感動，其實你可能嘛畫出嘅，佢當然是地方印象地方嘅感動，只是講。伊哋冇辦法將唔可以翕相畫圖，伊哋嗰種人都留喺睇自家心地方，留喺睇自家記憶地方，但是可能對人老嘅，伊哋都記唔得一件事情。啊，都捱咩喺家動相親嘛，所以捱一神法咧，嗰省地方一天屯他家有重要嘅地方，捱都可以畫出來，然後捱希望講捱畫出來有一東西，是得留下來，然後伴大家慢慢你講去回憶，伴我從我也問過多國小同學有聯絡，然後看到如果講到個感動，有種也真是如以前係神法地方嘅東西。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都講，你這個係用成日翕相嘛，翕唔能去畫作，但是我哋會提講，其實翕相我哋記錄嗰種幾時節嘅一種影響。但是畫作可以做聽一擺嘅創作，譬如講可以把幾時節冇東西加入去，冇咯喎，把幾時節有翕到東西，因為我哋畫作嘅使用，我哋都把佢表現。譬如講像我哋睇好多嘅一啲樹下嘅一啲嘅我哋講小劍嘅地方啦，吼劍田。幾時節可能翕嘅時節冇咯講有嗰度插人嘅一個地位，但是後來留嘅腐化，留嘅建議，嘅腐化地方你想我表現嘅係乜東西？佢入腐化吼是外北是幫愛女人，萬世，屯也阿婆，伊睇先做都講阿媽，伊係鄉下睇嘅書一下，坐嘅有嘅呢情形，係睇鄉下料嘅嗰種情形，係啊有條書嘅對因嚟講啊，因嚟嘅國王宮隔壁最睇梁書。啊！我認識嘅時候，認識我女嘅時候，睇伊個印象都看到呀。啊，個多老人家攏坐下睇下聊，所以我都捌一種捌伊屯伊個阿婆萬世鄉下睇下片，坐嘅時候一種回憶。等於如果唔可能再翕到嘅東西，唔得捌出來，至少把也為感情嘅東西留下來。因為我太太屯伊個阿婆感情較好，嗰個觀眾用伊也要筆出，伊也要畫啲一筆把伊心中嘅感動畫出來，同時也感動嘛，係改到人心中地方從頭到上嘅一個地方。就是下我哋下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翻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觀眾同我哋分享，伊個畫作還有伊個有之前思想化嘅伊個畫展地步，他個人嘅反應。
我想問下觀眾吼，其實我哋講家棟係算是我哋六隊地杯嗰少數有靠海嘅地方。啊，你嗰邊嘛出過多嘅五山，對也要睇過特殊嘅山嘢，你即刻要記錄下來。有啊，都最近吼，我要走海邊，啊，萬西都最好去海邊搞啊，吼。啊，以前嘛有個海灘嘅時候，我去捉龍蝦嘢喺度。啊，我最近吼，我都差唔多，我5點人都可以來吼，加去。講喺本年嘅吼，去團協商去前一度12年吼，啊都好都有看到吼，我睇喺地表差唔多翕嘅，我2點人種，啊地表相片呈出來吼，啊設計吼用設計嘅畫面吼都推畫出來吼，因為最近畫嘅有差5、6種吼，吼也其中有一種都嘅係講喺個你睇捕撈嘅有冇？吼我5年都。攏嘛睇挑，睇新鮮魚吼，你看到講吼，原來安尼現在新鮮魚吼，攏安尼睇做嘅。種嘢咩魚嘅？係乜魚嘅呀？也係因為講鵝啊，有關於都講五仔魚，係最近喺木卡吼，攏試到，係攏親戚朋友攏要送。而家你差唔多睇嘅東江啦、家棟鄰邊啊，部分他們現在學啊，喏，大部分攏學啦，吼，因為做漁業間規劃一定嘅。家棟也蠻都主要是龍膽石斑，海盆豚鵝啊一道，以前攏種學初下最有名嘅。後面吼也種都伊做好嘅吼，都安尼撈翻入來，哦，伊用貂蟬吼撈翻入來，所以可能。睇看嚟上，我都想到講吼，睇寒天吼，真是個辛苦。好辛苦哦。睇寒流來嘅時間，但是有一天啊下，伊希望這個寒流來嘅時間，某一線你狀況來，發現可能都東西。所以我睇我畫嘅圖，地方我去搞嘅粉絲專頁，我都會寫講，也做安尼產業吼，有伊個辛苦嘅一面。所以講他講攏愛去寫嘅新嘅東西。吼，啊也都。後面吼也都個伊個阿伯吼釣上來時候是多啊個白角地帶啊，吼去冷凍可以台，冷凍可以去到個伊個食品廠個吼去切只去起好誒吼，攞去冷凍可以台，吼啊做真空包裝誒，啊另外一種吼都係，吼尤其是都調查釣上來誒，吼啊也種係咪我睇我粉絲專頁吼，他個回想個多。啊，萬有講也蠻嚴那種地，啊我有包出講也蠻愛水產行嘛，然後講哦也都蠻嚴，啊也種都係呢海邊看到嘅景象都係安尼，初步攏係本年，攏睇上年，你睇過安尼。其實對我哋鄉下人來講嘅話，我哋常常看到係我哋咧有幾多幾長嘅毛嘅啦，我哋嘅絲田啦。但是對於家棟人來講嘅話，以前可以常看到嘅都係海邊啦，無論我哋後來開始俾我哋咧養出魚類，安尼嘅產業創來嘅時節，就都可以常看到阮嘅地方。以前係係學初下，後來都開始有龍膽嘅石斑，還有其他鵝啊。但是最常看到嘅真係都睇我哋。睇魚啊池嘅地步，我看到那個普羅佩拉，跟螺旋槳，哈，都大孔片一片嘅普羅佩拉那東西。等於講對於啲萬世都睇我哋咧，阮嘅地步泰山嘢嚟講，也都係以建議地步最重要嘅建象，吼，伊啲客家村莊啊隔壁都幾多阮啊。其實我哋常常嘛會想到你講，像安尼嘅建設地步厝誒，我常常你噼里啪啦上去地步，空氣地步嘛會有嗰種。會香嘅味道，哦，呢種東西海邊嘅米絲，海邊米絲吼，唔香米嘛吼，嗰種冇以前嘅人講嗰種柴油啊，嗰種柴油排出來嗰種東西，嗰種味道，對於我哋來講，唔單止係影響對人嘅記憶係個有影響嘅東西，一方面嘅味道，啊，從人嘅畫作地步，因為我哋講畫作冇辦法去表現到味道出來，但是伊可以表現到我哋我哋講創建地步最有感覺嘅一個地方。我將建明呢啲畫作地步，唔知㗎，因為最後係哪樣？最後嘅都係萬世鐵頭嘅地方。萬世鐵頭嘅地方，因為我講到都入嘅。係，啊也仲吼是我嘅生日年吼，喺同阿伯鐵頭。嚇，啊也阿伯同是我萬世同埋鐵頭睇嘅。
踢的两腿人。系啊，万岁以前吼，较有意思路，以前嘛有法镜啊。咪摆时间到诶吼，你讲我检查头南毛啊，头南毛骨创啊，他甲你记得摕伫杯排队吼，摕爱剪头南毛，伊咧来嘛，他当然诶啊，阮无聊啊，所以个阿爸如买个大漫画书，以前最有名，看到个电影都讲机器猫小叮当嘛，如也蛮讲个哆啦 A 梦啊，不然嘛好小子啊，老夫子伊个规个厝当个拢很紧拿紧看。看到我硬伊愈硬头若壳个，还我硬咧剃头，愈安尼真伤诶。可是其实一个阿伯其实佫有神力嘅头脑呢，吼，伊咪讲讲，你即个搿种袂等咧，发要做回来，跟所以愈本几多嘅搿种漫画书摕个，愈乖摕个等，他个愈摕等，佫感性摕个等，愈摕紧剃，要剃，你看，要剃诶。3-4年啦，你无爱来去啊。今下阿伯几多岁啊？85-86个。85-86岁。可是搿种讲无人提记录下来话，可能等阿伯那一年过去8年嘞，吼，也要建议可能他个人愈无诶，也经常嘛，他个人嘛无诶，啊。可是等于讲，愈以安尼情形，愈把也要重建留下来诶，但是北面地部诶很难来诶。一种传承的一种精神，你睇下北作地步，你已经传出来，你也是阿伯提过嘛提过也来嘅。但是你讲后背很这个祖木系咪？系，也都系火房。也火房，也火房其实看到前面有几台无平的吼。系，伊个无糖的。伊个无糖的。讲无糖的，万出来西国。西头。无西国嗰时，你睇上高讲做上脚嘅地方啦。系啊，无论讲安尼讲以前捉迷藏啊，一天睇一片。嗰種記錄也發對唔嚟講起碼嘅想法嘛。記錄有。也要注重也完全嘛。也完全。加過3年100歲啊！也其實注重對我嚟講，伊個重要嘅嚇，因為是咧加速重心嚇，向心嘅一個地方。其實我對加速嘅一種觀念唔夠錯。我就講到講係咧東方嘅蘿蔔嘅嚇，真係個正，所以我哋會開始，我哋會一直把開始嚟。可是佢特別嚟講，也要三相同前面咧無糖上面無人力。係因為單純咧，伊哋幫到佢嘅。因為我都幫我辦事，提交下查。隔壁路熟破體愛荷蘭。係，伊哋講法，伊哋幾平常、幾純平嘛，係伊哋幾平和嘅農家嘅生，反正伊哋記錄特別。其實也嘛係人一般人講嘅，從頭講故鄉用嘅，不怎麼睇人冇按反映即個故鄉，其實有幾多嘅部分都講。其實可能人生地步最親、最平和，最我哋講最年輕嘅一個地方，去體現我哋可能係咧體現我哋嘅故鄉嘅世界嘅一個意義。因為我哋提供其實家當唔單止有也要物產啦，又有人情，其實也要睇歷史上面嘅一個 TV 嘛係改過，跟有記錄嘅部分嘅東西。有，像家當吼，家當都算樂隊嘅組隊，組隊之前睇，你講那個朱一貴事變嘅時候吼，咩咧爭一個重要 TV，所以有捌嗰度像步月樓，小木，還有嗰度像嗰度以前像總部嘅度吼，攏係，其實以前我萬歲，攏睇攏，我攏唔知，後來我開始捌圖嘅時候，我都要做功課啊，我要去看，伊在那裡，原來也都不會睇啊，是也的原因，也的意義喺那邊，原來留下來，要按重要一個 TV 睇，所以我也嘛睇捌都係，伊來係家當嘅國節咩角度，所以我都一個國節捌看伊來。對於家當來講，其實家當唔單止係我哋樂隊組隊嘅一個存在，我講我係我哋科學嘅存在。其實睇我哋台灣嘅歷史地方，我哋最晚100抗日嘅戰爭都睇家當開始。因為嗰時節日本人一接觸台灣嘅時節，對台北嘅北部下來，遇到幾多事情，伊都本一支軍隊對我哋幫到佢哋上岸，希望講用兩片嘅地方來接觸我哋台灣，但是一上台，都睇我哋
主动我哋家庭嘅客人嘅時節，我哋都睇半日嚟同日本人打伊安撫哦。嗰時頭當我哋喺觀眾有講，而即個可能萬世從頭睇半日嚟行來行去，但是唔係講嗰時節半日嚟自伊，還有後來嘅我哋咧，火燒種子，伊對我哋台灣嘅歷史來講係一個最重要嘅爭議嘅地方。嗰度攏係鮮明吼，用漢用舌吼記錄下來嘅地方。但是其實我見面吼對人伊哋幫助最有感覺，你講。頭先我哋講到彌陀，係嘛？嗬，人彌陀地方可能我哋要封建嘅彌陀，但是人見面有啲畫作地方其實要畫出我哋家庭嘅彌陀，因為家庭嘅辦嘅地方，喺我哋辦嘅地方，所有嘅六對辦嘅米要加海米嘅路，我哋咧鮪魚啦，冇其他。你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少幾人畫作？係，一聽我介紹嘅吼，都係客家人吼，一聽我說咧吼，都係辦理。安尼當對辦事都睇，吼攏最好是咧，尤其安尼村外人吼，古來吼，一定要試一問，18年吼一定要愛加下量嘅吼，如何蘇樹屯辣醬吼，啊古早嘅。你家同我辦嚟聽下，就對地方算是個特別嚟講，伊厝嘅係我哋，因為係我哋靠海嘅村莊嘛，嗰時以後嘅棉花辦地方攞油味嘅海味，嗰係睇過話嘅量嘅蘇樹屯辣醬地方，伊個我哋講拍肉排嗰種蘇樹係一定家動，即個都有一間哦，一定即個家動都有一間嚟專門做蘇樹，但是喺度管門啦嘛，係，數起嚟。對，我哋從到咪中華講，中華他講而多，因為個我哋南部嘅蘇樹咪拖冇共用，本團中華冇共用。有我之前都冇想到，加八角，哦，嗰時有米土完全冇共用，嗰時奇怪，偏遠嘅蘇樹都冇共用。咁唔知講咯，唔知講未來對也嘅家動，無論唔知講北族來講有乜嘅期望冇？我喺基巴路繼續去發現，係嚟家動地方吼，嘛有嗰度個要嘅地方吼，甲一代繼續擘出來。我希望講，我志向吼，我志向路上講。一時我講台南要擘100座，家動咪要擘出個100座。本他家地講家動其實有嗰度，咩講封建咯文化人文咯嗰度有意思嘅地方。對故鄉嘅一種思念，有的人用畫作，有的人有寫故事，有的人翕相。但是對於觀眾來講嘅話，一個東西可能都冇辦法去代表以自家印象地方嘅家動，但是伊至少留下來幾多家動嘅東西，俾後輩人去欣賞、去懷念。今日各位感謝我哋觀眾嚟現場同我哋分享很多家動嘅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休息一下喎，大家聽下咱欣賞來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今日欣賞嘅教嘅係親子瑜伽，聽愛做書片的小朋友阿恆。好啦，今日要來做我哋嘅小幫手示範哦。你哋小朋友準備好了嗎？可以同爸爸媽媽、阿公阿婆來同我一下做運動哦。請你放起來，來同我哋做運動嘅哦。阿南前面呢，要做瑜伽之前，要來做一點暖身。好，兩隻腳打開來，好，臀嘅肩條通下。好，慢慢呢，低後背，扭眼睛呢。好，低前面咯。好，你嘅手打開來，手打開來，來肩條，好，彎片，再肩條。鬆出去，肩條往那另外片，睇到你嚟慢慢地做哦。
好，慢慢的弯片。也运动呢，大人小人仲可以同下做。那小朋友看到天使的花，同爸爸妈媽來做運動。兩隻手同下來間條，交叉再間條送出去。好，慢慢的跳拿一節一節彎下去，扭到天來冇扭動它。好，再慢慢的放起來。好，更加來做下呢，主要運動嘅哦。好，更加來坐下來。好，第一個動作，用鴨嘅腳，好，從用鴨嘅翅膀用嘅，好，比，拍動佢嘅翅膀。好，左右偏右。可同聲音的同學來做瑜伽，來增加嘅親子嘅娛樂，好親子嘅一個感情哦。好，繼續，好跳起，慢慢的喺前面，繼續冇痛，跳起放起來。來起起，跳起，慢慢的下去，起起冇痛，跳起，慢慢的放。好，更加用一個係愛到入毛蟲，跳從入毛蟲，從毛毛蟲哦，啲嘅腳穿起。出來，從入毛蟲用嘅哦。3，好，接下來呢，動作腳伸出來。好，來做一個肢體前彎，好，豎牙高，好，記得咯，我背咯，伸出冇撲背哦，都是豎放來哦，腳伸出，我腳趾頭冇彎彎哦，好，腳尖，好，先瞄我腳趾頭，好，慢慢地下去，到我腳尖。做停留，慢慢的到腳趾頭，再上來，來做划船的動作，划船1、2、3、4、6、7、8、9、10。好，更加同嘅小朋友來面對面，好，腳伸出咯。好，來腳伸出來。好，第下腿 give me 5哦 ，give me 5。來，小朋友撲到媽媽嘅手，
好，来伸直，好，训练你的肢体前弯柔软度哦。来，有没有动吗？观众朋友有没有动吗？同个声音的 ，Give me five。4。来扑到声音哦，声音拍下去。好，问妈妈扑哦。好，来，妈妈帮你跟你 give me five 咯。1、2。記得背囊要打出咯。Yes， 超棒的！来，大家来看下来，猫式啊，像喵的样的哟。好，来，放松，吸气，吐气的时间，肚子舒放来，拱背。好，吸气，摸头，调气，放松，放松。再一次吸气，摸头，调气，收进去。吸气，调气，放松。好，吸气，摸头，调气。吸气，摸头。好，慢慢的调气。好，大家来。面对前面，好，喵要翘尾巴哦。好，来比赛看慢人呢，面吼翘的最多哦。好，翘尾巴，猫咪尾巴，翘1、2、3、4、5、6、7、8，好，休息一下，来小石头数神策。好，开下来，开放来，弯片的哦。我们现在要换边，我们手掌打开来，手掌打开来，好，弯片来1，猫咪尾巴翘哦，2、3、4、5、6、7、8、9、10。好，慢慢的休息，刚刚很数哦。好，用个鸦片。好，不用力气。好，小猫背延展。手轻量伸出来哦。好，鼓来换边。好，手不用鸦片。好，弯鸦片，伸出去，手伸出。公牛拧地前面绑。好，慢慢的放起来，圆背，慢慢的放起来，好，放起来。今日动作记得了吗？好好运动，俺能下次能来了。